大家下午好，我是陈明志。今天下午呢，我想也一段日子没跟大家做一个直播。那么这些日子里面，有很多一些不同的课题出现。那么想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下午，在事务民众会堂，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些的汇报。那么请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现在呢，基本上我是在事务民众会堂。我这个调整一下。事务民众会堂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在进行给小6学生施打疫苗。下午呢是侨南中信小学，还有光安小学。那么早上也有一些的小学生来到现场施打疫苗。事务在这方面，在为这个小6学生施打疫苗进行的非常非常的顺利。那么到今天为止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为小6学生，也就是12岁的少年人施打疫苗。事务总共这几天从10月5日开始给这个小6学生施打疫苗，总共打了3030人，3030啊，哇，这个号码很好，3030，总共有63所小学在事务民众会堂施打疫苗，一切过程非常非常的顺利。那么到今天为止呢，主要打疫苗的主要还是打辉瑞，还没有进行科兴。虽然有些报道说，政府已经批准这些青少年打科兴，但是在事务这方面，我们暂时还是在提供辉瑞给这些青少年们施打疫苗。那么很多人是问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今天这几天还没有满足岁的话，还没有满足，就是说你的生日还没到，你还没有完全12岁，你生日还没到，虽然你是2009年出生，那么他们暂时不接受你施打疫苗。那么如果你的生日是在12月、11月，甚至是明天呢，怎么办呢？因为明天这里就没有了嘛，第一剂就没有，就暂时关闭嘛。那么如果你是12岁，或者是12岁到17岁，12到17岁的，如果你还需要打第一剂疫苗的话，你可以在16号就是下个星期16号来到民众会堂，就是这个地方来 walk in 施打疫苗。 OK，12岁到17岁，如果你第一剂都还没打的话，那么你16号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施打疫苗，打第一剂。那么一般的人士呢，如果你连第一剂都还没打的话，怎么办呢？你要打疫苗。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第一剂都还没打，因为某些可能住院生病那现在康复了，要施打疫苗，要去哪里打呢？在事务呢，如果你第一剂都还没打的话，你可以到这个拉năng Polyclinic、Upper Lanang Polyclinic 或者Sibu Jaya Polyclinic 去那里做申请、登记、申请、做预约，不是 walk in 是申请、登记，然后他们会预定个时间叫你来打疫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要是现在打第一剂的人数越来越少。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打辉瑞的话，它一瓶的这个疫苗呢是给6个人打，所以如果单单只有2-3个人申请是打第一剂的话，它必须凑足人数才会通知你来拉năng Clinic 或者去西部斋亚 Clinic 是打第一剂疫苗。所以如果你真的需要打第一剂疫苗的话，你们可以到拉năng Clinic 或者是西部斋亚 Clinic。那么如果你是打第二剂的话，第二剂还没打的话，你打了第一剂可能被隔离了，来不及打第二剂或等等任何的原因不要紧，
如果你要打第2剂的话，你可以直接前往思吴中央菜市场的底楼，好，Cebu Central Market 思吴中央菜市场的底楼，但是只有星期天、周六、周日，就是周末了，周六、周日它才有开放提供打第2剂的服务 ，OK， 打第2剂的服务。如果你要打第2剂的话，你可以前往Cebu Central Market walk in 啊，那个可 walk in。你可以到那边试打第2剂疫苗。那么那些打第2剂疫苗的，当然也可以去兰南的 clinic， 也可以去西部斋亚的 clinic， 都可以。那个是长期提供民众试打疫苗的地方，长期。这也就是说，思吴的中央菜市场，还有包括这边的民众会堂，也是暂时性的。过不久，这些试打疫苗的这些工作做完了，就会被关闭。所以，思吴同胞，如果你们还知道谁要打第1剂的话，我建议你们到这个拉纳的 clinic 或者是西部斋亚 clinic 去申请登记打疫苗。OK， 那么17岁以下的呢，青少年呢，下个星期16号开始，这里是打第2剂。但是那些青少年，如果你连第1剂都还没打的，你可以来民众会堂 walk in 来这边打疫苗 ，OK， 没问题的。就只要这边民众会堂有操作这个疫苗接种工作，青少年哦，不是成年人，青少年都可以来到现场来接受疫苗施打 ，OK， 这个是思吴的关于那里还可以 walk in 打疫苗的这个课题。好，我在这里就跟大家交代了很清楚。那么第2个课题，我今天想跟大家花点时间谈的就是 MySejahtera。MySejahtera 有很多人他之前打了疫苗，那么 MySejahtera 他可能他这个电子疫苗施打认证卡认证的这个 certificate 没有出现。那么之前这个课题我有谈过，我也提供给大家一些的热线电话号码去联络。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这个主要是当事人在施打疫苗跟注册施打疫苗的过程中，个人资料有些出入，可能是施打疫苗的时候，这些前线人员他们登记错误，或者是你本身在登记 MySejahtera 的时候，和你施打疫苗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有出入，有很多的出入，所以在这方面呢，你的那个打完2针呢，你的那个认证还是不会出现，所以是这个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当你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在思吴施打疫苗，你就要去这个思吴的卫生部去寻求他们帮忙。如果你是在古晋施打疫苗的，你就要倒回去找古晋哪一个单位提供给你疫苗的，可能是 BMC Borneo Medical Center， 可能是 PMJ 等等，我不知道，有不同的单位提供给你疫苗。比如说是思吴，如果你是在 Rajang Medical Center 之前在民众会堂 Rajang Medical Center 给你的，或者 KPJ 的，你就要倒回去那一所这个私人诊疗所，你告诉他们你的问题，他们能够帮助你去做纠正修改，因为他们有你施打疫苗当天施打疫苗的记录，知道你的一些个人资料，然后对比一下，可能当场可以帮你做一些的纠正。OK， 那么一般上呢，各位思吴同胞，一般上呢，如果你的 MySejahtera 有出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来民众会堂。今天这个是最后一天，明天就没有，明天暂时停止的，一直到10月16日才重开。如果你的 MySejahtera 的 certificate 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你好，下午好，你们可以直接来到民众会堂这边的卫生部的官员寻求帮忙。OK， 他们都在这里，他们资料也在这里，你们可以直接来到这个民众会堂寻求他们的帮忙，帮助你们修改一些你的 MySejahtera 的问题。好，但是如果民众会堂没有了，完毕了，这工作没有了，关闭了后，你当然可以去这个拉纳可以拉纳那边寻求帮忙。OK， 这个是关于 MySejahtera 的，基本上呢，这些是你可以寻求帮助的管道。
OK， 在事务这一块。那么我想进入第三个课题，就是关于这个入境沙劳越的。因为这几天呢，沙劳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呢有做一些的修改，一些的跟进。那么很多人呢，在一些的细节上可能有一些的混淆，所以我在这里理清一下。那么我这个视频呢，只会去解答，主要是专注于解答一般上民众联络我最常问的问题，我解决那几个问题，帮你们回答那几个疑问、那几个疑惑其他细节我就不进入了。所以主要是解答大家很常问我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好啦，我做个视频回答大家问题。那么入境沙劳越是怎么一回事呢？基本上在沙劳越境内，你现在去那里，去士林街也好，去古晋也好，去哪一个省份，你都不需要申请警察行动准证 ，OK？ 跨县跨省你都不需要申请任何警察的行动准证 ，OK？ 你也不会看到有路站这些东西警察叫你停下来要检查一辆车载几个人，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了 ，OK？ 但是如果你从沙劳越想去吉隆坡的话，或者想去这个沙巴的话，你就需要申请警察行动准证 （Police Permit）， 你要申请 ，OK？ 你离开沙劳越，你去新山也好，去槟城也好，去马六甲也好，你只要从离开沙劳越，你都要申请这个警察的准证 ，OK？ 在沙劳越境内，你不需要任何的警察行动准证。沙劳越去吉隆坡，沙劳越去沙巴，你都不需要做 swab test， 不需要做这个检测，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检测不需要。但是当你要回来沙劳越的时候，从沙巴回来，从吉隆坡西马回来沙劳越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上网申请沙劳越入境准证。一定要申请沙劳越入境准证。那么沙劳越申请沙劳越入境准证呢，基本上那些的官网呢、地址呢，待会儿我会打在底下 ，OK， 打在底下。那么从国外回来的一样的，从国外回来你要入境沙劳越，也要申请沙劳越准证。OK， 基本上我们说最常见的就是你现在去吉隆坡办点事情。那么你从吉隆坡过了几天，从吉隆坡回来，你需要申请沙劳越入境准证。那么怎么样申请呢？你要上他的这个官网申请他的入境准证，你要做这个检测 ，PCR 或者 RTK 的这个检测。这个检测你不可以做自行的，去药剂行买一个自己在房间里面做的，给这个机场人看，不行的。你一定要去这个私人的这个化验室这些 lab 或者这些私人的诊疗所去做这些新冠肺炎病毒检测 PCR test 或者是 RTK 是很快的，半小时就有结果的。那么这一些之前我有谈过，什么时候做呢？就比如说今天是星期一，你星期三要去沙劳越，你就是星期一要做；星期三要去沙劳越，星期一就要做，不可以星期日做，不可以早过星期一，就是这样子。第三天你在第三天要入境沙劳越，那么你第一天要做这个检测 ，OK？ 这个是基本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回。那么现在呢，有些人混淆在那里什么地方？他们说我现在去吉隆坡，我现在从思吴飞去吉隆坡，我去那边住了3天2夜，赶快飞回来，我是不是不需要做检测？错，只要你离开沙劳越，要入境沙劳越，你都要做检测。那么如果你去吉隆坡只有1天，或者你去吉隆坡只有2天1夜呢，或者3天2夜呢？你怎么来得及在吉隆坡做检测呢？这个重点，今天我在这个视频上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去吉隆坡，不用做检测，但是回来的时候你要申请入境准证，你要申请入境准证，你就是要检测，你怎么有时间做呢？
很简单，你可以在司无做了带过去，回来的时候还可以验那个检测报告书，明白吗？你还可以验你在司无做的检测结果报告书，只要你在司无做的检测报告书不会超过72个小时，你都可以用，还是有效。你可以在司无做好了，带去吉隆坡2天，就要回来了。你可以用这个结果申请入境沙劳越的准证 ，OK？ 那么当然你在吉隆坡如果很多天的话，1-2个星期的话，你在要入境沙劳越的前2天，你就要去做这个检测 ，OK？ 那么有一部分的人是不需要的，他们去西马3天2夜，赶快回来，他们不需要做检测的。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一些他们是必须性服务的一些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官员，但是限制在3天2夜，3天2夜，他们就必须72个小时内，他们必须要立刻回来沙劳越。这一些的人不需要做检测，这些人不需要做检测。OK， 那么如果你是完全是打过2剂的，你也不需要回来的时候也不需要隔离了，那么谈到从外国回来的外国的旅客呢，如果你抵达吉隆坡被隔离14天后，你本身有打过2剂的疫苗，你14天隔离后飞来沙劳越，你就不需要再被隔离了，如果你不是打过2剂的，你到沙劳越就要被隔离7天 ，OK？ 你从国外回来，你到了吉隆坡被隔离14天，你本身有打过2剂疫苗，那么你从14天隔离后再飞来沙劳越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隔离了，你不需要做任何的隔离。那么18岁的人士呢？18岁以下的人士，如果是你本身一个人飞行从西马或沙劳越，从西马或者沙巴入境沙劳越的话，你如果没打过2剂，你不能够入境 ，OK？ 你必须你不能够入境，所以这个是现在的这些规定。如果你有父母随同你一起飞的话，你的父母本身是打过2剂的人士，这样你就不需要被隔离，你可以入境沙劳越，OK？ 这个是有关于入境沙劳越的一些的重要事项。那么过去呢，我有提到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讯息，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解释的，就是关于这个你被隔离，你可能染疫了，你可能是确诊了，你被隔离，你是否可以索赔呢？大家对这个课题非常非常有兴趣你到底可以索赔呢，或者会从哪个方面可以申请津贴呢？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呢，我想特别跟大家再详细讲过一次。那么你如果确诊，或者你被卫生部指示要隔离的话，你有3种方面，你有3个机构提供给你，either是索赔或者是津贴 ，OK？ 你可以申请的。那么第一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SOCSO就是社会保险机构。社会保险机构，如果你本身是在职场上，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你感染，你确诊这个 COVID-19，OK？ 所以这些你被那个卫生部指示必须入院治疗，或者是被隔离，这一些你都可以用这些资料，透过你的雇主、你的老板，帮你向 SOCSO 申请索赔。申请赔偿你的日薪到高达80%你的日薪 ，OK？ 明白吗？我再重复一次，SOCSO是提供给那一些在职场上，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染疫、不小心确诊，那么你被卫生部指示必须要隔离或者入院治疗，这一些的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你可以透过你的老板向 Perkeso 申请赔偿你的医药费，赔偿你这个每天的日薪高达88%。那么大家都知道 ，SOCSO 除了保护雇员的利益，它也是保护雇主老板的利益，双方面。我这个必须理清，因为之前我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雇主质疑我说的，所以今天我要理清这一点。那么如果你有一些的员工啊，我开始讲解这一点。如果你有一些的员工在工作的时候染疫确诊，那么被卫生部指令要隔离，他有一个指令信发给你这个员工说，你确诊了，你要隔离，你去隔离中心，在居家隔离也好，你不可以上班或者入院治疗也好，你身为老板，你公司可以代替你这位员工向 SOCSO 申请赔偿。那么 SOCSO 如果一批准赔偿给你的员工每天的日薪88%的话，老板就不需要再付这位员工薪水这个88%。换过来想，如果你每天必须付给这个员工100块的话，那么因为你的员工感染确诊入院了那么SOCSO你向SOCSO申请赔偿，SOCSO好证明这个员工是在做工的时候受感染，好SOCSO赔偿他，每天赔他80块。但是之前呢，你已经付给这位员工100块，每天付给他100块了。过后SOCSO才答应赔每天80块。那么你最多能从这个员工的薪水里面扣80块，不是扣100块，明白吗？因为这个员工已经得到80块，SOCSO赔给他80块，你只能扣80块，剩下的20块你不能碰 ，OK？ 你不能碰。那么这个的原则跟一般的在职场上受伤、工作时候受伤、入院治疗等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只不过是加入新冠肺炎罢了 ，COVID-19， 这个是有法律根据的。我讲这一点是有法律根据的，也就是说，老板们你们必须要理解你们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如果SOCSO有赔你的员工，你就不需赔你的员工每天的日薪88%，你就不需要再付给这个员工88%了。你再倒贴20%，100也可以，你没付给他薪水也可以，就是SOCSO已经赔偿给他了，明白吗？这个是在1971年雇员社会保障法令条例里面的109条，109条讲得清楚，只要SOCSO有赔偿给你员工每日的薪金，老板就不需要再给他薪水，因为SOCSO已经赔偿他了。那么如果你自己先出了100块先出了，SOCSO只赔偿给你的员工80块，那么你也只能扣80块，你不能扣超过80块，明白吗？因为SOCSO已经赔偿给你员工80块了，所以你只能把你之前付给他薪水再扣80块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有法律的权利的，是因为有些人有来询问我，他们说，我们不敢等一下劳工部会来找我们算账，我们去问劳工部讲他们不知道，劳工部讲没有这回事。各位事务同胞们，你们去问劳工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劳工部我也问过了，我去找劳工部根本不理解SOCSO到底会赔不会赔什么东西，他们不知道，因为SOCSO这一方面的法令，劳工部不懂不理解。但是如果你的员工已经得到SOCSO赔偿了，他还去劳工部告你的话，不用怕，因为你有SOCSO赔偿的所有的信件，因为是你申请的吗？是老板和公司为这个员工申请的，你不用怕，你有全部的资料，你可以告诉劳工部，在这个109条这个SOCSO的条例里面，
雇主不需要再付这个薪水给这个劳工，给这个员工，明白吗？因为他已经得到说的赔偿，所以劳工部是不知道的。很多老板他们去问劳工部，劳工部讲你们要还，你们一定要付他薪水，错的。我也有去问过，劳工部他们不了解。我跟他们讲有这些的法律，有这些的条例，他们不懂，他们不懂。所以这一方面呢，如果你们想更加了解的话，老板们、公司们，如果你们想更多方了解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去事务的索售或者沙劳越任何索售的办事处去多方了解，或者上网去阅读。我觉得这方面是非常直截了当、非常清楚的。OK， 这个是索售。所以我重复一下，索售是提供给那一些在职场上感染的员工，做工的时候确诊有赔偿，这个是给那些索售的会员。OK， 第一种。第二种叫做 My Salam，My Salam 是提供给那些 B40 的人士。你们怎么知道你是 B40 呢？很简单，你去 My Salam 的官网，它有一个空格，你打入你的身份证，它就跑出来，你符合资格成为 My Salam 会员吗？如果你不符合，你就不是 B40；如果你是符合，你就可以登记成为 My Salam 的会员。My Salam 其实也是政府提供给人民的一个保险的计划，保险它有保险给你45种病啊等等这一些了哈，我不讲细节。那么关于隔离呢，如果你符合资格成为 My Salam 会员的话，你打入你的 IC， 你符合资格成为 My Salam 会员的话，你赶快登记成为 My Salam 会员，然后呢，你可能已经从隔离出来了，你被隔离14天已经出来了，你可以拿着那些KKM 卫生部给你的信全部交上去 ，claim 一天50块，1天50块的津贴 ，My Salam 津贴是特别给 B40 会员的 My Salam 会员的。如果你符合资格成为 B40， 成为这个 My Salam 会员，你登记了，你就可以 claim 你这个隔离的津贴50块1天。那么第三种呢？第三种的隔离的津贴是什么？是叫做 NACMA， 就是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所提供的隔离患病隔离这个津贴，1天100块。这个是给谁的呢？ NACMA 是提供给那一些因为受感染确诊被隔离而收入受到影响，比如说我是小贩，我在街边卖这个goreng pisang，那我确诊了，我被隔离，我14天不能够卖这个goreng pisang，怎么办呢？这个炸香蕉怎么办呢？这个14天的失去的我可以证明我14天不能上班，我不能卖这个 pisang goreng， 所以呢，你可以申请得到每天100块的津贴，每天100块的津贴是给那一些因为被指示要去隔离的人失去收入的人士。你必须证明你的收入，你失去收入了，因为隔离你失去收入，你不能工作，没有收入，所以你要申请这个津贴，每天100块，14天 ，OK？ 所以这个有3种，现在这个是有3种，一种是索售，我再重复，索售是提供给那些在职场上做工的时候确诊的人士，你的老板可以帮你申请。像索赔，这样老板自己就不用付你的薪水，索会赔给你 ，OK？ 第二种是叫做 My Salam，My Salam 就是给那些 B40 的会员 ，B40， 如果你是 B40， 你符合资格，你要登记成为 My Salam 会员，然后你再 claim 你1天50块的这个隔离津贴。NACMA 是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所提供的，只要你能证明你因为隔离 ，KKM 叫你隔离，你隔离了，你这个14天你失去收入来源，那么你就可以向这个 NACMA 申请这个隔离津贴，1天100块，最多14天。OK， 所以这个三种的管道可以协助大家，如果真的面对到这个隔离这个收入受到影响，生活受到影响，政府有这3方面的机构来帮助你、协助你。好了，最后一个课题，
最后一个课题就是大家这几天非常关心的，就是沙劳越政府所提供的 BKSS 7.0。那么这个7.0呢，之前呢，首长呢宣布说会在9月尾到12月发5000，这是1万块一次性的1万块给中小企业。那么那个时候首长没有讲出里面的细节，谁是中小企业，所以很多人这一两天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原来中小企业这些员工至少要5位以上。或者说可能是必须要注册至少3年等等的条件甚至有人收到 email 又要提交很多的文件，那怎么搞的讲之前讲可以拿1万块，现在这么多条件又要好像要申请这样。我先跟大家讲解那个 email 那个电邮。如果你今天有收到政府发给你的电邮，叫你呈上公司的资料等等等，恭喜你，你已经符合资格拿到那个 BKSS 7.0 1万块了，你符合资格。那么符合资格，为什么又要叫你提成这些文件呢？这些文件只是给有关当局确认你就是那位人士，你就是那间公司，不是空壳的，不是没有人接收电邮的，是有一个有在营业的、有在操作的公司，要确认你的身份，你中奖了，那么现在要叫你提成一些的你个人资料、公司资料，那么让有关当局知道你就是那位受惠者 ，OK？ 所以如果你是拿到这个电邮的话，请你不要 complain 不要抱怨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因为包括我自己的微型的公司还有其他我朋友都没收到电邮，也就是说我们落损了。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中小型沙越政府提供给了一次性的1万块的这个津贴，这个援助。那么很多人在疫情发生了1年多来，可能跟公司有7、8位员工，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把这个员工减少到3位或2位，或者是4位，糟糕！本来是符合资格的，因为疫情，因为这个市场太糟糕了，把这个员工减低到2、3位，糟糕，现在不符合了。本来是小型企业，现在变成微型企业，微型，所以很多人向我反映说怎么办？我们这些微型的企业，难道沙越政府就要去把我们放一边吗？他们没有得到，很气馁。我非常理解，我真的非常理解大家的这方面的这些的抱怨。那么，我想在这里，我觉得沙越政府应该，既然已经拨这些援助金给中小企业，我觉得也不差再拨一些援助金给微型企业，真的还有差吗？没有差了。我们都是沙劳越人，我不管你是中小型呢，我觉得微型的还更多，微型的一些的企业家、企业业主更多，他们更需要帮忙。所以这些微型呢，员工少过5位的这些微型公司，我希望沙越政府会去考虑这一点。我本身呢也会。我本身是沙越首长署政治秘书，我会透过我自己的管道平台，我会向首长署提出要求，我会把这个人民这些的心声带进去。因为之前大家还记得吗？在 BKSS 5.0 的时候或者4.0的时候，给这个小贩的这个援助金，当时没有包括在咖啡店里面的面摊。那么那时候有许多的咖啡店面摊向我们投诉，那么我们也是透过了内部向首长署那边提出要求，因为这些面摊他们也是小贩，一样小贩，所以后来就加入了这些小贩，给这小贩这个援助金 BKSS 4.0 5.0，若没错的话。那么后来呢，到了 BKSS 6.0的时候呢，咖啡店业主没有包括在内，给小贩的这些援助金，咖啡店业主没有包括在内，所以咖啡店的业主也有找过小弟，也有找过我说，他们也是
也是很辛苦。那么这咖啡店的面摊，看着他们的面摊每个都有，那么咖啡店业主没有，泡水的没有得到沙劳越政府的援助。那么后来呢，我也把这个讯息向上表达，向上的上诉了。那么后来 BKSS 6.0也加入了这些咖啡店的业主，所以我真的诚心希望这一次 BKS 7.0，我真的想把大家这个意见，微型企业的这些意见也向上传达 ，appeal， 我向上提出上诉，让首长知道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援助金扩大容纳，就是包含那些微型的企业。所以希望有好消息，希望有关当局能够把这个援助金把它范围扩大，加入这些微型企业。所以基本上BKSS 7.0，你有收到 email， 你有收到电邮的话，就是说你合格了，你将会领到这个 BKSS 7.0的援助金。你只要提成他们所要求的这些文件，你就可以领到 ，OK？ 其他的人基本上是不能够申请的，不能做出任何申请的，因为他们这个有关当局就是沙劳越政府是透过这个SOCSO的名单提供给这些中小企业这些受惠者。那么好像我刚才说的，我希望微型企业的业主们也可以分享到，也可以拿到这一份的援助金。现在的疫情真的让大家生活过得太辛苦了，市场上要恢复也不容易，所以还需要大家努力，大家的团结，大家的这个耐心。好，现在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要回答大家的问题。为什么我的 MySejahtera 会显示百片卡呢？百片卡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第二剂还没有，你打完你的第二剂后还没有超过14天，所以颜色还是白色的。那第二种原因呢，就是可能你的资料和这个施打疫苗中心的资料有出入，所以一样的，你可以导回去，提供给你打疫苗的这个疫苗中心，你导回去，要求他们帮忙你这个把它处理好 ，OK， 把你资料处理好。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家庭主妇确诊会得到这收益吗？家庭主妇呢，你可以透过 MySalam， 我刚才讲的3种，职场上的，当然家庭主妇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做工，SOCSO你不能够。NAPMA 是给那些失去收入的，你既然是家庭主妇，可能你也申请不到，你最后的一个选项就是 MySalam，OK，MySalam 你就可以申请。喂 ，MySalam， 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可以提出来。警察的 permit 可以在机场警察柜台申请吗 ？Alvin To。我相信 Alvin To 是从国外回来我们有聊过几回，你应该是从国外回来。如果你要去在机场有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服务应该是 KLIA 的底楼有这个警察局，你可以申请 permit， 是的，可以的 ，OK。还有什么吗？怎样申请 OKU？OKU 基本上你要去沙劳越的境内任何一个福利部的办事处，你可以申请 OKU。有隔离没确诊能够申请吗？可以的。有隔离没有确诊，如果你的影响到你的收入的话，你可以申请 NAPMA， 我刚才提的 NAPMA， 你可以透过 NAPMA 申请1天100块。OK，Alvin 澳洲是欢迎你回国欢迎你回国。那么还有其他的吗？基本上我觉得我今天想跟大家交代的几个课题就在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的讯息分享出去，我们帮助更多人，让他们在这个整个疫情中，当然生活已经过得不简单了，所以希望这些的资讯可以帮助到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完成他们2剂的疫苗，都可以帮助他们，如果要入境沙劳越不会走冤枉路，
我们可以帮忙那一些受到隔离的同胞们，他们至少还可以透过 SOKSO、MySalam、纳玛申请一些的津贴，补助他们的一些家园。所以希望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的资讯能够帮助到大家。大家久违了哈，希望大家多多保重。我是陈明志，沙勒首长署政治秘书，希望我这个资讯能够给大家带益处，也希望大家帮忙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得益处，让更多的沙勒同胞们得益处。我们要保护自己，保护其他人，要施打2剂疫苗，大家加油 ，OK， 拜拜。